过来，这个好好车驶伫高速公路顶，一台小货车常常拍瘫痪弄过来，话要惊死。来甲看这只车，原本就驶伫内边的车道驶了好好，但是无来无去头前冲一只蓝色货车，突然就安尼乱怪。 驾驶闪袂赴两只车线前做伙，货车车窗破糊糊，轿车车头换了浸乌烟。咱用慢动作过来看一界，原来当当时64岁姓区的男子所开的小货车自桃园出发要来去台北，但是伫经过国道1号北向34公里5股出口的时，头前的车有卡慢，姓区的男子赶紧打档啊，但是车煞站袂牢，就安尼剪怪。虽然两只车弄到真严重，但是好在两名驾驶拢无出大问题。经警方实施纠测，双方纠测值均为0。 开车拄到水头前的路况上路进前，原来检查家己的车况。伫快速道路顶悬，这只车并伫路边，驾驶伫内底爬袂出来。这件意外发生伫台65快速道路新庄往5股方向，会发生车祸是因为一只对面的车无将放伫车顶的链仔绑好，规个飞出来，害这台轿车闪袂负摔了几只波波道。即马做事的驾驶，原来就要为家己的疏失负起责任。